台南市为着要推动更完善的校园营养午餐政策，一摆10项年度由南区的日新国小，佮有嘉义区的仁爱国小开始，透过政府甲丰实公益饮食文化教育基金会共同出资打造 Food Lab 食育实验室，透过食饭进前的5分钟，来建立学生伫咧营养方面的教育概念。我们的学生的饮食教育，其实在课程里面都有，都有，但是都在教室上。所以现在如果有一个专科教室，那我想它可以让学生有更多元的一个实作体验。那刚刚有提到了，丰实基金会也都有定期的主厨来我们指导。其实我们也发现，我们为什么一年的厨余量可以减少150万公斤，就是我们一个概念，不是孩子不喜欢吃，是我们煮的不够好吃，所以我们就办厨艺的竞赛。那把孩子原来不喜欢吃的，比如说，如果你把蔬菜切得很粗，他吞不下去，那就不吃了。你把它切得很细，甚至用怎么样的料理，让他觉得那个味道，他都很喜欢吃，他就会吃光光。所以基本上就要从厨艺上面去着手。所以未来有更多的这个主持来指导我们的厨师。我想我们的厨师煮的应该是够好吃，所以呢，煮的好吃，然后我们再加上营养师开的菜单。不会让你吃的太油腻了。那我想这样的话，我们孩子呢，就会吃的是健康。那我想，实际的教育需要从小扎根。那我们台南市，在市长的政策支持下，议会的支持之下，我们会持续推动。那再透过我们学校老师大家一起来，产官协合作，我相信我们台南市应该可以营造美食之都，但是也一个健康之都。台南市为着要保障学生会当食了好、知影食、安全食，推动食饭进前5分钟用影片的方式来教育学生。预计伫咧2023年会有120支的饮食教育底片，提供给老师伫咧食饭进前播放给学生来向学生讲解正确的饮食观念。那个进入校园，我们其实是那个从餐食。还有我们那个实艺教室今天的那个实艺教室以及那个饮食知识教材的推动，希望大家能够教育我们的小孩子，培养一生能够带着走的营养的那个素养。我们知道日本的实艺教育做得相当好，那我们当然台湾不错，但是还是要往前推。那我们希望我们的那个丰实教育基金会的营养午餐从学校出发，经过家庭，然后到整个社会。市府嘛表示，希望未来食育教室会当更进一步来结合到社区，对校园到社区共同来营造健康的环境。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